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一个咱真熟的圣经节，嘛是咱真意爱所看到的故事，就是有一暗，耶稣伫迄个海边仔咧教示人，然后一大群的人聚集伫迄个所在，了后到暗时，因专要坐船去到对面。这本来是真好的一件代志，因为人拢伫遮。当大家要坐船去到对面的时，伫迄个中间，因看到侪人，然后就船会当离开遐个船，遐个人，然后会当伫迄个中间，互因心内得到休困。所以因就安尼，因行去到伫坐船去到伫对面。总是趣味的是，当因坐船伫迄个中间要渡船去到对面的时，半暝全起大风，起大风了，全起大影。伫迄个中间，遐个学生大家惊甲要死。但是伫迄个中间，咱头拄所读的经节，耶稣伫落，因足惊的是耶稣伫落。耶稣敢有伫船顶？但是耶稣伫船顶咧创啥？咧困。哇！我想这是上界趣味的一件代志。咱看见耶稣伫船顶，但是船顶伊咧做的代志是伊咧困，伊困会去。我想咱中间有真侪人拢有坐对温哥华坐船出去到迄个阿拉斯加，还是去到别位所在，上底会当去到西雅图，有真侪人拢有坐船的经验。可能咱坐到的船拢是真大只的。应该伫海顶悬行的时，因会当非常稳。但是你若坐着细只的船，可能就毋是安尼啊。但我毋知影咱敢有人捌坐过渔船？台湾的渔船，平湖迄种的渔船、渔船。渔船伊若是要掠海、要出去进前，伊的船舱是空的啊边的，空的，意思就是。伊的船下底下面的船舱是空的，所以伊若是空的，伊拄着用的是会安那，非常险，烟了足大的晃得很厉害。我会记阮细汉的时，阮咧教会，捌有一摆去到伫平湖，然后伫平湖坐渔船，要去到吉贝、吉贝岛。吉贝岛现在拢有观光船。所以你坐船拢是真好势，总是迄阵吉贝岛是无人岛，所以你若要去，除去你有熟悉有迄个渔船船长要载你去，你才有机会通去。伫迄个时，就是因为去到伫马町教会，遐个迄个长老就是船长，所以全坐伊个渔船出去，无拍算，迄个渔船是船舱没有压舱货，所以船险了足大个。伫迄个险的中间，拄仔敢若船长无吐尔，其他人吐了。伫迄款的情形下底，若是我的印象，较有可能困的，是要安怎会当困？你敢若行船，敢若掠土仔都袂有啊，要安怎会当伫迄个中间来困？有真侪时，咱看袂清楚。然后听，阁听袂明白，有时迄种的感觉，就亲像安尼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耶稣伊众人伫迄个中间讲真侪道理的时，讲了啊，敢有人听有？咱毋知影。但是当耶稣对真侪人的中间，要坐渡轮去，要坐船去到对面的时，伫船顶，伫迄个湖顶。咱的圣经有时是写海，加利利海，但是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湖尔，伊是一个湖。问题是即个湖伊边仔有山，所以伊拢有迄落落山风，甲咱垦丁茶城迄边的落山风足相像。所以伊的风一吹来，湖面就起大影。因为安尼，所以迄个所在嘛叫做加利利海。当因伫遐看到要摇船去到对岸的时，因风。雨伫迄个中间做大风，但是耶稣伫迄个中间还阁咧困。耶稣门徒甲耶稣问讲：
耶稣耶稣，阮得要无命，你不管吗？阮得要无命，你不管吗？毋知影咱伫生活经验，咱感觉甲耶稣祈祷讲，耶稣耶稣，我的家庭得要破碎啊，你无管吗？耶稣耶稣，我的工课得要无去啊，你无管吗？耶稣耶稣，我这学期得要断掉啊，你无管吗？耶稣耶稣，我得要爬袂起来啊，你无管吗？咱伫迄个中间，常常嘛亲像文道伫迄个耶稣咧讲，阮得要无命，你无管吗？耶稣伫迄个中间，伊会用啥物款去回答？若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章，耶稣请，文道甲叫伊较请哦，耶稣请，迄个风讲停吧。风点去吧，影点去吧。然后耶稣伫迄个中间讲：“你是安那遮小心？若是用中文的伊讲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耶稣讲即句话时，其实对着文道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我毋知影遮个文道叫耶稣请起来。是要创啥？咱敢会记得耶稣伊的工作是啥物？伊的职业是啥物？木匠，做木的。啊，若是做木的，伫船顶我毋知影会当有啥物用。但是咱敢会记得12个文道内底，至少有4个文道是做渔夫的，有4个文道是掠鱼的。有4个文道是对即个加利利海真熟的。咱看即个故事，看即个比喻，看即个马可福音伫即个中间的记载，其实会当互咱有一个真大的条件。今仔日是一个渔夫职业的，去找一个木匠做木的，甲伊问讲：阮得要无命，你无管我？有真侪时，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自认专业；有真侪时，咱伫咱细上的日子，咱自信，咱有迄种的能力甲开力。但是咱拄着大风甲大雨的时，咱也不得不将耶稣叫醒。耶稣伫地，耶稣就伫咱的身边；耶稣伫地，耶稣伫咱后壁的房间伫休困，一直到咱无法度掌握风甲海，一直到咱无法度掌握咱人生所要行的路的时，咱才要伫迄个中间将耶稣叫起来。但是叫起来，耶稣起来了，将风影伫迄个中间停去了后。遮个文道，遮个学生，敢有真正足欢喜？咱若看圣经的记载，搁愈趣味，伊有真侪要义。因讲，啊，这到底是啥物啊？含风甲海拢听伊的。即个中间有本来的矛盾。第一个矛盾就是咱头拄仔讲到的，一个职业的渔夫去找一个做木的，要叫伊去。第二个矛盾。就是当耶稣真正醒起来了后，停止风甲海，遮个人伊搁伫遐起谣言讲：啊，即个人到底是啥物人？含风甲海拢听伊。但是即种的结果，敢毋是遮个文道伫迄个中间所期待吗？风海会当停去，会当留因一条性命，敢毋是遮个文道伫即个中间心内上介爱吗？但是当耶稣真正停去咱人生中间的风影的时，咱反倒伫遐咧了解，啊，即个人到底是啥？咱毋是伫迄个中间来信靠伊，咱却伫迄个中间犹搁咧问讲，即个人到底是啥物人？
亲爱兄姐，有真侪时咱听道理听了袂明白，有时咱看见上帝荣耀，看了无理解。有时咱会当对圣经内底看见着上帝互咱真侪的应允，但是咱无一定会当伫咱的心内真正接受，然后落去行。耶稣将上帝讲的真理甲阮道讲，这就是因伫迄暗进前，伫迄下晡，耶稣伫岸边，足侪人伫迄个中间在传讲上帝讲的福音的时，耶稣所讲所做的，但是一直到夜啊，真正伫迄个暗暝，加利利海起大涌、起大风的时，才互门徒亲身体验主耶稣伊到底在讲啥物话，伊在做啥物话。这个门徒是安怎行遐？我想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假使即个风甲涌是起伫因徛伫涂骹的时，我想因袂惊。但是趣味的是，风涌起来的时，即个门徒伫倒？伫船顶。迄阵所拄着的风甲涌，会当互船变去，然后恐惊有失去。恐惊有性命危险的可能性。我想伫迄个中间，假使遮个门徒伊是徛伫涂骹，伊徛伫大地，甚至伊是住伫厝内底，我想对伊来讲伊拢袂要紧。但是足拄好，即个风甲涌起来时，拄好是因坐船的时，意思就是伫因上界。无够困难的时，因上界无能为力的时，所以因拄着的问题超过因会当处理的程度。虽然有12个学生加耶稣有13个，其中有4个人是渔夫，总是伫迄个中间犹原超过因会当处理的程度，所以因惊伊啦。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，当因伫迄个过程的中间。因发现讲，所有的物件拢已经超过因会当处理的能力，因已经离死亡真接近。当人伫危险、伫死亡中间真接近的时，也互人伫迄个中间心内艰苦。今日世界上真侪观光的所在，真趣味，拢共款在做一项物件，就是所谓天空之桥。伫迄个早前伫美国大峡谷，也是伫欧洲拢过来的，啊，即伫中国、伫台湾拢总有。伊做一个桥，然后过，啊，迄个桥可能是悬空在山谷当中，足悬的。啊，若是有个桥做过的时，伊若是做亲像铁仔的，行着还阁好势好势。但是偏偏有一寡桥，伊做的迄个，你搭的涂骹是啥物？是玻璃。所以你踏伫迄个玻璃顶悬的时，你是安那看到下底山谷的深。啊，若是有一寡景点，尤其是有听讲中国有足侪迄款的桥，伊迄个设计吼，佫愈互人惊吓。伊甲你设计迄个看到亲像玻璃，但是迄个玻璃伊会当有纹路出来，所以当你搭起的时，你亲像看见玻璃。闭去，哇！迄真正就佫无共款。所以你会当伫 YouTube 顶悬看到有人行着迄种的桥，安尼行过时，哇，行甲皮皮喘，因为迄看到太真实了。你嘛会当看到有个人一层足大层，结果伊要过迄个桥的时，伊含用爬拢爬袂过。伫咱人生顶悬有真侪事。咱所拄着的问题是超越咱会当处理的能力。当咱拄着迄种的危险，伊佫接近死亡非常近的时，我想伫迄个中间，互咱的心真着惊。但是对着遮个学生，佫有一项互伊惊吓的，就是当耶稣真正出手，伊的大能超越着自然界，然后来平遮个风甲涌的时。伊的能力甲气力，
也互咱着惊。咱雄雄发现，原来至好朋友迄个耶稣，伊的能力超越所有一切，超越自然界，超越所有一切灵界的困难，超过人的想象，超过人伫迄个中间所会当有的安排。若是安尼，到底是要对主是对还是毋对？是要相信还是毋相信？是要倚靠还是毋倚靠？当咱伫面对咱人生的无能为力的时，我毋知影咱会安怎来处理。有的人一个就放弃，有的人坚持到落尾，有的人转想讲啊好啦，既然到即个程度，心硬着啊啦。药啊，就甲吞吞的，若会当结束，就甲当做一个结束。但是我想，伫咱的信仰内底，咱定时去学习，咱如何面对咱的无能为力。意思就是，当咱伫信仰顶悬拄着危险的时，咱要用什么物件来超找咱心内平安？我想，平安的要件，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在内底，有3项真重要的物件。第一个就是对未来的确信。咱敢会记得，当耶稣伊离开众人，渡船要去到底？要去到对岸。今仔日人心内无法度得到平安，有时啊是因为咱毋知影咱要去对。假使咱若有一个目的，知影讲我就是要过去对岸，我假使若会当去到对岸，我就会当安全。那安尼，咱还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。但是上惊的就是，咱完全懵懵了了，毋知影对一个所在是，互咱会当得到平安的所在。第二个平安的要件，是当遮的温度伫尊顶的时，伊是毋是会当相信主同在的应允？啥物会叫做主同在的应允？主耶稣其实伫伊过去，伫无论是咱今仔日所读的是马可福音第4章，但是事实上对第1章到第4章，耶稣已经行过足侪神迹。耶稣行的神迹，包括伊伫第2节，伫第1节，伊好伊赶出一个犯鬼的，就是伊赶鬼。然后伫第1章的后壁，伊好坐病人。然后伫第2章的时，伊好一个变衰的人。到伫第3章的时，伊好一个手高达，就是迄个等于是残废。第3章伊好一个手高达的。到伫第4章，伫咱所读即个发生即个平静风涌的时的头前，伊阁讲到一个撒旦，讲到一个鬼王伫迄个中间有真济的描述。但是当温度伫即个中间，第1章到第4章，已经看耶稣医好遮济人了后，耶稣伫因的身边，因犹无法度来相信耶稣是因性命是人类中间的掌权甲主宰。我想这是咱所需要学习信仰的功课。当咱今仔日伫教会内底，当咱今仔日讲咱是一个基督徒，咱就爱有够额的确信。我所拄到任何的危险甲危难，有主耶稣成做我的帮站甲开人。伊伫过去伫圣经中间的记载，伊伫咱现在信徒中间生活顶悬的见证，嘛要互咱重新看见耶稣是迄个会当掌权天地、掌握人际关系、掌权未来咱所要行的路站。咱伫迄个中间是需要重新，亲像咱今仔日所看到的即个圣经在讲起的，当主伫我的尊顶，我就无惊吓。只不过，咱将主耶稣放伫地，咱将主耶稣放伫后壁的房间，低到伊底困。咱有可能知影耶稣伫遐，但是咱却无互耶稣有一个真好的角色。伫咱的家庭、性命，甲咱所行的路顶悬，诚侪咱的目遮。今仔日真可惜的是，
主耶稣甲门徒三甲做伙，总是主耶稣，毋是门徒的牧者。主耶稣甲门徒做伙时，主耶稣伫困。第三个平安的要件，讲起着，当耶稣伫迄个中间施展权能，真正伫咱生命中间讨望救咱的时，咱反倒伫迄个中间来摇你。哦，即个耶稣真正遮厉害。咱反倒伫遐咧想讲，这应该毋是主上帝做。这着迄落，啥物人真好，啥物人真敖，我着食着啥物货，后来我拄着啥物秘方，我拄着啥物款的贵人，然后我行过一转。有时咱拒绝来相信主耶稣，伊是掌权偌大的，直到咱伫所行的路顶缘，互咱的心无法度得到完全平安。伫顶礼拜，我听到一个真好、真欢喜的消息，就是咱中间有人一直在申请公务，然后有申请着，当然嘛对着这真欢喜来看见。是安那一个厝，咱徛起的厝对咱来讲遮尔重要。我想真侪人拢有真深的感受，有一个厝，咱的心才会当得到安稳。我想真侪人对台湾来到伫加拿大，来到伫即个所在，第一件代志要找的是啥物？找厝。不管是买的，不管是租的，咱拢需要有一个所在先停落来，先歇落来，先伫迄个中间会当得到安全。若是有厝人大，无眠床袂要紧；有厝人大，无倒仔袂要紧，迄拢会当慢慢来。但是咱需要有一个所在，会当互咱避风避雨。厝有几啊种的形式，厝有地面上今仔日你所住的厝，厝嘛有伫咱心灵内底，互咱安稳徛起的厝。厝嘛有伫咱细汉的日子行了后，咱要安怎伫死亡的后壁，继续看见咱人生的确信甲平安。我想这是一个真无共款层厝的厝。若是地面上的厝，我想咱真侪时伫迄个中间，不管要买，不管要租，不管大间，不管细间，只要伫迄个中间有会当避，会当互咱的身躯得到安全，迄是上重要。若是对我来讲，伫地面上的厝毋是迄间厝体，地面上的厝是我的妈妈所徛起的所在。我的妈妈伫地，我的厝就伫地。我的妈妈伫地，我回去的所在就伫地。伊住伫啥物所在无重要，但是我的妈妈伫地，我的心要回去的所在就是伫地。地是心灵的厝，有可能你的教会就是你心灵的厝，有可能咱伫信仰内底所追求的，就是一个心灵内底厝的厝体。伫咱心灵内底，咱需要有兄弟姊妹；伫咱的心灵内底，咱需要有一个敬拜的所在；伫咱的心灵内底，咱需要有一个会当精神讨望、歇困、无受批评、无受礼骂，会当用心甲人相甲和平相处的所在。我想伫即种的厝的内底，咱拢一直在找。有的人感觉伊找着，有的人感觉伊也未找着，所以要在找。若是永恒的厝咧，我想若是对咱基督教的信仰来讲，永恒的家在哪里？在天上。咱顶礼拜拜三的早经，拄好也开始看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。咱开始去找伫启示录内底怎样去记载伫天顶的新天新地。咱怎样有一个真大真远的愿望，会当互咱伫迄个中间重新来思考。我的人生，就是因为有即种的确信，所以伫面对死亡的后壁，咱的心无得惊呀。咱有无共的厝体伫迄个中间做伙咧找，做伙咧
讲倒来伫咱一个兄弟伫找厝的过程的中间，检采伫一年的中间搬厝搬2、3摆，因为厝住袂好势。有的厝是因为收旧无顺手，有的是因为楼梯收过济，有的所住的厝是因为房间的边啊所住的，若简单讲是讲厝边啊，厝边无好势，所以伫遐一直找，包括伫厝头家，可能伫迄个中间嘛有真济伊所要租的人的中间，所以当咱看见伫迄个中间咧找厝的时，迄是一个真长的过程。然后物件就是常常伫遐咧搬来搬去，啥物货要留，啥物货卖留。来伫咱 Burnaby Vancouver Burnaby， 有一间叫做 Fairhaven， 毋知影咱敢有印象？阮阿嬷伊所住的嘛是 Fairhaven。这个 Fairhaven， 伊不只是一个伊有 nursing home、nursing center， 伊也有老人公寓，伊有真济无共款的大。其实这个 Fairhaven 伊所用的土地，其实上早就是联合教会。然后伫这个中间，咱因为伫温哥华最近几年伫大个所在有真大个问题，所以联合教会一直伫这个所在因伫2018年的年底有一个文，就是要将因教会假使若无用的土地，讲较白的，就是已经无咧自会教会，因就将伊偷拔出去。然后若是 Vancouver 甲 Burnaby， 就是即个 Fairhaven 伫迄个中间去合作，然后伊会当做老人公寓，伊嘛会当去做养护中心，也是亲像迄个阮阿嬷所住的迄种的形式，有真济你若去甲看，即个 Fairhaven 做真济。其实伊上早就是对联合教会，伊对社会公义所谓的居住正义，要伫即个中间，无缀人住的人，也是有困难伫迄个所在找到安稳住的所在的人，伫迄个中间会当重新有心安稳，得到平安的机会。伫咱现在，不管是台湾还是全世界，有真济所在拢在用即种的物件，在做一个居住正义的理念的实现。上时迄嘛是伫政府内底，伫因的政策内底所需要做。我想即种的家，即种的厝体，就是要互人伫迄个中间重新来得到心内平静安稳的所在。我想这嘛是伫加拿大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加拿大有看顾到真济即款人的需要，甲即款人的欠缺。所以伫即个中间进前我来遮无偌久，来的时拢有人讲遮社会福利政策真好，你若无当住，会当安那？会当去申请，会当去申请老人公寓。其实伫即2年帮人申请的过程中间，实际上你若要申请，爱排足长。咱中间嘛有人想要去住迄个日本的，咱迄个 Burnaby 有一间日本的迄间叫啥物名？有诶叫燕去啦有诶就叫尼凯，有诶叫尼凯。你若是想要住迄，当然伊有真济条件甲标准，但是你需要排队。你若排落上少是7档到10档。你若去BC Housing， 你先去申请，然后过你摕去尼凯伫迄个中间来申请。你2边拢爱申请，迄个 BC Housing 爱申请，然后你爱去尼凯，你嘛爱照着尼凯伊的条件，然后去排。即2年中间拢有参与过，结果排落上少7档，上少7档，可能爱排到10档。所以等排到的时候，已经可能需要的毋是尼凯是另外一种的物件。我想有真济时，咱伫即个中间，咱拢咧找一个会当互咱心内平静的所在。我想咱拢咧找一个厝体，互咱会当得到平安的所在。
咱拢咧找着一群人，会当三甲做兄弟姊妹，互咱的心灵会当有一个互相扶持、互相倚靠、互相帮助的所在。我想咱伫即个中间，咱嘛咧超找，包括真侪移民对台湾来到伫加拿大，嘛是要找着一个更较安稳、更较好，互咱伫迄个中间会当平静欢喜的所在。但是即个所在，有时伊所需要的，伊毋是一个厝体，伊所需要的是咱的信用，怎样来面对咱对平安的要件。亲爱的兄弟，咱对未来有确信，咱有看见主伊同在的应允无？咱是毋是有相信上帝大能的信心掌管伫你我的生命，互咱所行的路拢无行。过去伫菲律宾，捌有一段时间伫遐，因有一种的方式，这甲咱台湾的原住民真像，因拢安怎迄落，毋是讲伊足爱啉酒啦，意思就是讲，当伊啉酒的时候，若是一个酒摕出来，因足爱啉一个叫做糖都爱，一个菲律宾的酒。其实迄酒毋是啥物好酒，伊拢是酒精泡香料啦，安尼较俗。酒精泡香料，然后一罐大家啉。若是10个人伫遐啉，用几块杯啊？10个人若伫遐啉，15个人伫遐啉，用几块杯啊？1块杯啊！其实东南亚足侪所在、足侪民族拢是安尼。伊就1块杯啊，停的就安怎？传，一杯就安尼传，啉了就搁停，但是你就是安尼传，传一个，大家拢有啉着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一个是1块杯啊，大家安尼传，大家拢有啉着；另外一个是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，因为你是我厝内的人，所以咱公家啉1块杯啊。若台湾话有讲一句话叫做啥物？讲你是我的兄弟，安怎来形容？2个人穿共领裤，还是2个人穿1条裤？裤会当公家穿的迄种的，迄叫做兄弟。但是咱台湾话内底，咱的形容是安尼：2个人穿共领裤，2个人穿共1条裤的，迄叫做兄弟。若是我正经讲的就是逐种人啉共1块杯啊，迄叫做兄弟。但是趣味的是，当因咧传的时，伊若有认同，伊若无认同你，迄块杯仔袂传到你的手里。若无认同你，迄块杯仔袂传到你的手里。但是当你伫迄个中间，甲伊相合做伙，久啊，有一日假使迄块杯仔传到你的手里的时，伊所表示出来是啥物？你是我的兄弟，你是阮厝内的人，你是阮一村的。所以迄块杯仔有真深的意思。当咱伫迄个中间看伊伫遐咧传到尾啊，迄酒无好食，所以基本上我拢无啥爱食，迄我嘛毋敢食。雄雄有一天，迄块杯仔传来到伫我的手里的时，我毋知影要啉还是毋啉。我感觉迄内底喙满比酒较济，我煞毋知影要啉还是毋啉。后来我学着一个搁较好的方法，我若要去找伊的，我若要甲伊开讲的时，我着买一罐糖都爱，互因啉，互因去传。我家己啉啥？我家己啉秘鲁就好啊。今仔日咱教会内底的圣餐所代表的是啥物？我毋知影咱敢会记住咱的圣餐所代表的是啥物？虽然咱的圣餐伫现代伫长老教会拢是一人一块杯仔，一人一块面包，总是伫迄个中间，伫过去所代表的意义是，遮所有无论你是用葡萄汁，还是你用葡萄酒，拢是用同一杯内底去盛出来。若是圣公会到今仔日，若是天主教到伫今仔日，犹阁是同一块杯啊。若是迄个面包咧，所强调的是啥物？是安怎爱掰饼？因为迄是对同一块面包掰一块互你，掰一块互你，然后掰一块互我。咱是同一个伫心灵内底，共信仰、恳求主耶稣，甲咱三甲之地，
食共一块面包的。今仔日咱伫地面上所追求的是啥？我想到伫咱即个时代，已经毋是追求食会饱，食袂饱，咱已经无亲像过去台湾人伫遐第一句话见着面所问的是啥物？食饱未？因为台湾人过去所过的日子真辛苦。但是当咱到伫今仔日，咱要安怎知影咱过的日子到底是好还是歹？申命记33章25节所讲的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困难也要如何。你的日子如何所讲的是，你的内底我靠上帝有偌深，所得的平安有偌济，你的能力也要如何？毋通的日子，要出外打拼进前，爱有所在通休困，迄个家，迄个平安真重要。愿咱每一个人伫咱世间的日子，咧超找平安的事，请咱有日子，主耶稣伫咱的船顶，毋通互伊伫遐咧困。主耶稣伫咱的船顶，爱诚做咱的牧者，带领咱行头前的路。愿上帝通过主耶稣的圣事，伫你我生命内底，有伊的权能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愿咱三甲伫教会通过圣餐，通过爱餐，通过分享，咱也将咱的生命彼此来起造甲建造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，因为你伫阮软弱需要的时，你无放松啊。总是伫阮臃肿的时，有时啊，阮会袂记起你。主，阮恳求你，无互阮袂记起你的权能，无互阮袂记起你伫阮四周围所享受的兄弟姊妹，无互阮袂记起你互阮伫即个教会中间，阮互相彼此做肢体，彼此看顾，彼此相听。主，当阮要向你来恳求平安的时，阮伫你的面前大声恳求你，互阮通谦卑顺服伫你的面前，将阮所有一切，阮的想法、阮的固执，来交伫你的手中，总是求你为着阮来陪伴所有的一切，互你成做阮的牧者，阮无欠亏。主，当阮有人，阮的船真开到伫湖顶，当阮的船起风，拄着起风，拄着夜影的时，主求你毋通搁伫船顶困，阮伫即时要来恳求你，成做阮的牧者，互阮虽然伫风雨大涌的船顶，犹原要享受你甲阮三甲之地的平安，互阮去到伫对岸，互阮去到伫阮所需要去到的所在。主求你赐福伫即间教会，互阮教会伫即个中间，不只是一个互大家组织三甲欢喜的所在，也会通互相、互兄弟姊妹有一个彼此扶持的角色。主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阮不只是我靠阮家己的困难来得到阮生活顶悬的面包，求你更加互阮透过兄弟姊妹的互相的扶持，来得到阮心灵中的满足。主啊，教示阮，互阮无我靠家己的困难，教示阮，互阮独独无看见风影，阮看见着你，教示阮，互阮我靠你，阮的心就无欠亏，得平安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